歡迎收睇節風暴消息。8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，預料本港吹西北風，平均風速每小時63公里或以上。黑暗10點，颱風紅霞集結香港之東南偏東約160公里，即係喺北緯21.9度、東經115.7度附近。預料向西北移動，時速約18公里，移向廣東東部沿岸。睇下大船路徑圖，紅霞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140公里。按照現時預測路徑，紅霞會喺明早於惠州至汕尾一帶登陸，喺香港東北100公里左右掠過。本地晚間風力會顯著上升，天文台會考慮喺明日凌晨1點至2點之間發出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。受紅霞嘅雨帶影響，本港明日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及雷暴，請留意最新天氣消息。預測吹烈風程度西北風，晚間風勢進一步增強，明日漸轉吹西南風，稍後風勢逐漸減弱，多雲，間中有狂風大驟雨及雷暴，雨勢漸轉頻密。明日氣溫介乎26至29度，可有非常大浪及湧浪。展望星期一仍有驟雨，隨後1-2日雨勢有時較大及有狂風雷暴。今節嘅風暴消息報道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